睇嗰陣時係有啲緊張咯，因為你好似睇緊套懸疑片啦，基本上係帶住觀眾嘅情緒去行咯，成套戲。套戲入邊將母親呢個角色演繹得好攰啊，好帶動到作為觀眾嘅情緒。幾 A24 嘅 style， 唔係好正路地 present 一啲好正路嘅嘢。我哋好少睇到一個電影係用一個咁多主觀嘅角度去呈現一個女主角嘅世界。鏡頭啊各樣咧，亦都令到成個感覺係再壓迫啲啊！我好喜歡呢套戲咯。原來係女人嗰種無力感喺一個社會裏面，你講唔出去心入邊諗緊嗰陣想發泄嘅係咩？我睇完呢套戲內心係好複雜，推介俾充滿壓力嘅觀眾去入場。唔單止話適合女性睇，其實好適合男性啊，特別係爸爸都可以一齊睇，好有一個警世嘅作用。媽的多重悲劇，媽的多重悲劇已經喺 Now True 獨家上架，獨家上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快啲去睇啦！